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晡日福气类类嘅节目。今日大家来了解，哇，一天非常重要嘅事情嘛，系东朝嘅地势，是系切勿咩爱看欣赏，你系乜嘅意思咧？普通时啊，大家系讲，我还有切勿喺你去到脑背，就你看到图片也好啊，台书也好，我大家要想好，系讲你啲书破片咧，係有問題咧，本衝拗咧，一定用嘅曬咧，所以你就呢個切勿欣賞嗬。今日裏邊咧，非常嘅後生係帶到兩灘嘅客家講成為大家嘅分享機，佢係馬沙咧，佢係來自兩灘嘅春時苗喜切勿意境所嘅負責人鄭樂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鄭樂，今日來到客家電視台，我知道清晨期。大家好。郑乐真的很清等一下哈，因为基本一来到客家天视台，我吃到清水期就很可愛。講到呀咧，一開始就先跟老大家來講，基本馬莎咧，他就是一個植物醫生切勿欣賞。好，我們可不可以先簡單老大家來分享一下到底乜嘢係植物醫生？好，因為大家有聽到嘅很多專有名詞，我冇辦法用客家話講，所以我會談清楚中文。吃眼就多嘅，其實人理下考試，高考有很多植物診療師，本上大家做堂嘅度用口語化就會講植物醫生，植物欣賞。不過因為前一步嘅去年或前年有醫生知道，你呢醫生知道。很多醫生就係會來治療人呢種做的，所以佢哋就知道植物醫生，伊做唔得很多醫生，所以呢青島嘅教書，還有嘅農業部嘅就長官愛用人哦，佢哋就想辦法聽書，還有一條立委佢哋聽書去寫。好，然後也法案成，然後佢通過，所以很多植物診療師成本佢通過。那半夜的時間，今年8月的時間，已經第一屆已經出來了。那我剛好也運氣不錯，就有考過安用。所以就是所以現在我們可以說是植物診療師。昨天講係植物診療師，是。那你昨天เรา大家分享一下，到底安用嘅透露嘅內容係乜嘅？就是應該做乜嘅事情？一般因為講哈，植物療有診療室哦。對，其實它的這個學問啊，非常嘅輕，是超出我們的想象，超出你嘅想象誒。所以講，植物診療師佢醫生還係欣賞安用嘅東西，佢做的事情輕多，尤其對於國家安全國防上來說，他需要協助我們國家去防疫外來種。你都在躺喺度有喪屍嘅網絡當播主會標一條，哪個國家又偷偷寄一些種子進來，又弄一些奇怪的植物進來，想要干擾你這個國家的一些農作物的生產安全。所以植物醫生佢相關的工作裡面也包含了，就是把這些壞東西把它抓出來。那整個世界最嚴的，大家就可能知道是紐西蘭。歐族愛用嘅地方，對，我們的南洋的地方。那植物醫生，他除了字面上可以治療樹木、農作物之外，那我們還有很多其他的工作，例如說，我們需要去協助推廣，去協助農民，我們把他的田間管理好，好，要發青島的精神去溝通，因為植物唔會講法，所以我本上讀書的時間，我都我唔是老人講法，出來上班以後就輕甜。發現你把到做的唔是講法，想說你跟植物相處共下就好，發現唔係，因為你大部分嘅時間其實教學也好，衛教也好，溝通也好，本大家都了解。客戶溝通啊，用咩輕多時間。好，唔但係還用嘢，從毛比如講，像基本上6樣之前啊，就問真路啊，講你剛剛喺啲龍潭來嘅，叫唔係我哋用陽明山，係陽明山來的，是因為下來嘅，因為你去陽明山做了什麼事？我今日去陽明山去看因為我有做國家公園嘅事，我去了解了天書組做森林保護樹嘅事，所以我今日就想我來到內湖。
我做孙沙早晨还有时间啦，我做早上去看啦。那我再问一个较粗浅的问题，迄讲你看刚刚讲的，其实飞虫给重油嘛，对不对？从那个有没有一些贵贵给种子条的日来啊，都比如讲比如说这个植物的诊疗，那我最简单的，比如跟我说，我这边有一个植物啊，那边有一个吃不黑黑疏松哎，然后有没有个问题？这个也算是在范畴之内，对不对？是。OK， 好，你看哦，其实所有เรา起不有关嘅病啦，病虫害啦，然后冻痘感问题，其实都系起不治疗系嘅透露感内容。不过因为其实冻肾期，其实现在在台湾做植物诊疗师的人数并不多。其实青岛亚的这个专业在日据时代它就已经规范出来， OK， 它有相关的整个完整的学科，我去读书，我去做训练，我了解对完整的，只是一直到今年曾经有过所谓的普考吧，普考有植物保护师，都了解应该说好，这就系思强正我讲的，其实一切都有，不过正式系俩两年慢慢，比如讲有按用嘅考试，有按用嘅名称，对不对？不过讲到两年，不过图书馆是些台后地不读来扣呢啊，有，所以就是跟你的相关科系有关。对，那你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，就是你当时怎么会该用心有没有想投按用嘅扣呢？那它又是应够很容易嘅扣呢？怎样的科系？我本身係讀上科的，做按計算機的。好，嗰時節上我學到地步啦，我辦公室有千萬人，佢嗰時節就曉搞股票。所以我就看得到這家大概嘅會計考卷，還有個1塊2塊會算唔錯。這在商科底部係做唔到發生的，做第一也冇乜嘅天賦，所以我嗰時節就想，跟我就試看啊。我老師講，我想去考農業。OK。因為學校真特別，真多學生誒冇去正規走路的，所以學校對這個習以為常，那他就會去輔導你要考農業，你要考幼保，你要考廣設，他馬上就幫你安排好，所以學校是支持的。你本身你那時候就覺得有興趣了，就是比如說，我其實國中的時候去，因為我們家常常帶我們去戶外，森林遊樂區啊，國家公園，所以我很喜歡在就是說戶外。一個人享受不用跟人家講話，所以國中的時候我想說我要考森林系，可是成績不到，就是非常的普通。那媽媽就建議說，那不然你先去念商，商它是一個很基礎的學科，你不管做乜嘅，還是你以後結婚，家庭，你都需要有這個概念。剛追查，係有用處嘅。你去聘人公司，天數做助理沒做得，對。所以念3年，以後就第3年，對，高二的暑假，就上我冇我應該做得唔是做嘢，我下咩做得講，你去吃飯啊，有個空間俾我去選擇啊，用嘢。OK， 你看到其實有當到個問題，เรา你個正路嚟了解，不過一開始咧受嘅機嘅時間機器度，兩攤有隻診所，嗰診所用到春時苗起7月2診所，係，所以那個診所就是你開的，是，所以你是那個你昨天講係嗰隻診所嘅院長，昨天咁講嘛，做得，然後也係第不讀嘅體育家，然後係第不讀嘅診療系，然後醫生，然後，所以其實會有很多人去那裡看診。其實年來較少，喺大天花輪嗌我出去，差唔多唔會行路，所以我都很常去，去老人看像嗌出邊嘅咩我去到一戶人家地步，去老人看家嘅書誒，到底係乜嘅問題？OK， 好，仲埋先問兩隻問題，大家是咪了解講？一開始咧了解你係容易嘅體育講到你係幾隻腳可以按用嘅診所，咁比如講聰明是咪用你打電話問嘅？我不卡嘅書有問題，做啲人嚟咧看一下你就可以去診斷，這樣子。好，咁我等下還有時間都好好咧講下哈。其實，在你這個在開，就是你像是一個診所嘅體育家，不過你有一些蠻特別的經驗，因為你講去到農民山啊，去到東都地方咧做事，其中譬如說有一個很特別的經驗係講，就是你也曾經去。提到寄衝改，比如像停機坪，
这样的地方，那时候是要去照看，是要照顾去改草皮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因为去一个上班的地方，个公司，佢就係拖延机床的维护厂商然后做的事情包含了个航下底边的造景。绿化植物，厕所里面的也是我们照顾然后主景，然后到户外航厦周围一般人还走得到的地方，有一些绿化的植栽。那再来就是因为公司还有另外一项业务是停机坪上面的草皮对，那草皮的话也是我们相关的。听起来很普通，对，听起来没有我的普通的说听起来就照顾草皮，可是事实上台大口内地那个草坪是。跟我们一般在公园想象的草坪是不一样的，它有它特殊的功能在，对吧？对，第一个就是温泉，因为它草种有关系，你要用大麦草，你要用黑麦草，什么季节要用什么草，它才不会长得过长，好维护，还不会有鸟藏在里面。OK， 那个附近最强最屌的对，然后比如说出了冲突，是不是也担心它会有一些什么反光啊等等之类的？对，还有一些就是如果说今天飞安问题，你有一些东西行进过快的时候，它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缓冲带？所以那些全部都是在飞行安全上面被设计过的。OK， 所以老大家咧讲做机舱地图改钞票，我们大家上个很简单，我们讲哇降哇呛动降，伊个钞票，伊个钞票很有功能改是种政府讲的，其实总嘛该用的草构图容易，其实经过费松我觉得是经过研究跟确认的。但是安阳读个机舱地图哈，基本讲其实黑公要在里面开货车也是要有个特殊证照的，不是你要我家又嘎着，而是走在改变时差，从吗？对，这个来，这个哈，不大家先聊下你马查，等下再好好来讲。东方宇宙的绕墙道，你讲切勿易散，切勿尽了死。正落嚟到节目地图了，大家咧打嘴鼓。你上台节目有讲到许多，机舱改世界有钞票嘛？什么？其实该钞票没大家想的很简单有在好像绿化的概念，其实机系有目的的，有意义改。但是安样多机舱系讲该位是差有特殊改证照。不过更有趣的事情是，请问？都是用夜间时间不然给时间在处理钞票嘅问题，什么？大部分就係啲附近啲行嘅地方，一定係按部頭章做嚟做，佢哋係差唔多8點以後這樣上班，我會做到天光。但是如果說是外圍嘅鈔票，佢就做得20條去做。呢按部頭上班嘅條師傅動厲害。佢就因為啲按部頭，你看無嘛該多嘅時間，佢還做得老嘅塔台呼叫，叫老佢講，哎，你睇我第一的跑道穿越什麼草坪，哪一區草坪到下一個跑道，我接下來還要走哪裡，所以佢哋邏輯非常的清楚，佢哋師傅嘅經驗非常重要，而且唔跟像樣，你韓家都會大概台興改機具進去。後樓發很多灰雷那個印影機，他發我唔記得用白講嘅，清太量嘅茶。像這樣從安永改就是說次數，他們一個月要去幾次？當然會做，那個鈔票，那草生長是非常非常的快的。哇，你看大家可能都冇想過，其實非常嘅冇簡單，不是這麼簡單的哈。不過講到兩片，大家是咪想過？等下找一種嘅專業，記得我們等下係安樣嘅專業，比如剛才有講到全部線上係考試，兩邊又有一隻證照，非常嘅重要考樹木的修剪技術證照，屬於嘅修剪嘅技術嘅證照，什麼？因為像那部書有學校地部嘅，沒有陸方嘅行道樹，沒有可能係一條貓，
北公庙安阳的地方，其实主要有太师的，还有因桃园的地方有青岛本保护的师的，吼，所以也着去做生人，其主要有一只很多共识。然后有共用的审美观，还有对病虫害一个很基本的认识。爱啲哪期做得独特，哪期做唔得哪特，就会判断，一定会判断。还有我太家族有差不多公司，唔会讲亚张人讲我会修建8期，哦，你亚张人讲2期之后，嘿，给前面1年做的人，然后后1年做的人，给就会查清楚，你的景观上都市景观就会查得清楚。好，那我问一个，俺问一下好俗气感问题，这个证照会东南考吗？对本上就有做的人，还有老师傅，伊要吃到很难哦，因为记得平常时间做事就会记得这个节奏哦，因为第那个步骤哪一些步骤它可以省略一点点哦，比较有效率。可是考试就是标准作业，所以他们反而比较不容易通过。你说大人来求动意外的意思是讲老师傅尽量丰富感，你某题做考试会好简单通过，某题做基本起都很好困难，错吗？对。都有意思。你还是像係一般来讲，比如讲上山时，我哋遇到路况啊，经过的时间是咪？我想讲，我哋上唔啲可能推风来嚟形容，你是咪看到了解台马路嘅行道树，比如讲长得很茂密，你是可能用你修剪它的枝叶，有些真的剪得很秃，所以这是一定要剪得这么秃，还是这有可能也是某种程度的判断，对不对？判断也有，然后也有跟可能他以前的记录，他那个树种它就是天生的长得特别的茂密过量，然后每次台风完就是要花很多人力去修剪。那我们就会有所谓的防汛期修剪，通常在热天来以前，5月6月台风来之前，那我们会去做防汛期的修剪。当然，如果说还有发现一些不当修剪，那其实现在国家有所谓的森林保护法、都市林保护法相关的，那当然也有申诉管道。如果大家觉得不满意或者是有疑虑，可以去联络相关单位跟他们了解一下，并不是说每一次都指责这些作业人员。对，因为其实去了解，对我来讲去了解唔係一件坏事情，因为可能你唔了解，我们有可能我哋有可能係因为唔知。第一是啦，特别是说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比如讲，你去到该台路的时间，你就会吃到该树长得非常茂密，你就吃到青姜，然后结果呢，怎么下班的时间，怎么树都已经剃光，就这个树都变拱头一点的嘛，你就会觉得这不是有个绿色隧道，因为都冇其实董事才发意思这个，迄讲你真经有好奇，你知道因为安阳你对安阳的私用有关心、有关注，是可以去询问的。但也许询问之后，你就会提供其实敌度有几条专业的判断在里面。那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压黑一只青苔给收获，他感觉原来安阳你好，这个是技术证照修剪修剪树木的技术的证照。我们带起来安阳你，其实你帮切不来款片的时间也是有一定的流程，对不对？对，这边有个板板，老台高的分享一下，昨天不用到台第六 B，这样子，这个就是我们植物诊所的服务流程。是，好，一开始。大家一听说打电话来，我出我会传一条照片过来，来的时间其实问讲也系马街。我最近做一开始就问讲也系马街，然后给可能给图片就摸清楚的时间，就是很多糊糊的黑毛，或者是很局部、太局部，什么其实这个私底下一个群主，就很这个植物通灵师对，青岛没头没尾，然后一来就问这是什么，那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困扰，所以我们我在教学生的时候，我都会跟他们讲，请你先告诉我他是谁，那他大概发生什么问题，然后它在什么时候发生的？你中间做了什么事情？那为什么会吃到就会讲法清甜，就会因为吃不我们讲法，然后问青岛的问题出来，这样
它的前因后果。我懂了，该第一次就会讲，比如真路还同你讲哦，要黑嘛该先把植物的名称讲出来啊。我发生什么事情，比如讲上礼拜还很好，不过下礼拜我还是按用的浇水啊，有，比如讲啊，我讲的非常的粗浅，可是它就突然间都断掉了，有哎，你要同意，你要讲的很仔细，就像一般你一看检查这种就像问诊嘛，对不对啊？你哪里不舒服？还有喉咙痛啊，啊有一些酸痛啊，有一些我觉得讲都清楚，所以唔可以拿一张照片就说用哎。对对，安用太干嘛唔抵错嘛？好，我做咧本期20色口，你这个么？你意思讲像白白嘅时间有嘛？跌身高有嘛？20色口跌身高，意思就是讲其实有按用嘅父母唔讲，你会讲到较清楚你可以就不是只是简单的说这怎么样这样。可是我们要同大家讲哦，这个大家要理解哈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哈，就是要先确认这个付费的意愿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就是全部的过程都一样，你会需要经过念书，你会需要经过工作经验。那工作经验的时候，你像我们的兴趣就在我一直去参加研讨会，我一直去学习。去交流，这些都是成本。所以我们不要养成坏习惯，问不用钱。好，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困扰的事情。其实一样的概念啊，比如讲你基本你挖种就知道，你看我好朋友嘛，挖种厉害，可是太搞一底哦，几个就会几个怎样？你很起挖种，你就会不给钱。用用个可以念，比如说你来我家这个怎么样？不厉害，可是就是你给怎样？好，还有就是说，其实你们就会协助，就当然就是会有些诊断给工厂或者是医疗的工厂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，好像也可以有一些售后服务，黑吗？对，因为我们通常诊断完之后，我们做一些治疗的过程，那当然我们植物不会讲话，所以变成是我们要主动去追踪。那有的时候如果路程太远，我们会请业主、屋主，你可以帮忙传一些照片，有什么状况赶快跟我们说。现在变这样了，要他变按钮你对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去了解他。就像疫情期间，其实有很多的医师，他也是靠线上问诊、线上追踪在做处理。OK， 好啊，人家看现场其实都会有医疗纠纷，这个会有医疗纠纷吗？会吗？有。对，因为难免都会有，我们大家都希望他好，就像你对你的家人，如果今天有一些不一定是疏失，光是认知不一样，那这棵树可能衰败了、死亡了，那你会心理压力是过不去的，因为会舍不得会舍不得的时候，那可能就会慢慢的把情绪转为愤怒。真的，你没看过我们家的那棵大树没？我们家庭院大树，你没讲用，你看几细是不是这种感觉？对，你没讲按用周的嘞，开都没开嘞，还用那边本你嘞，做嘛游戏嘞？你看，对，都会有按用的事情。第法律上来说，目前保护还比较少。对，那再加上我们很多老师，其实因为以前他们站在良善的立场去帮忙写了一些会勘记录，反而变成他们是证据，被告要列为出庭的列席。对，就会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其实到目前为止，我们都还是非常非常的小心在处理这些事情。好，讲到了解一定好，你用好小口来方式来讲，係咪有意了解问题？不过其实大家都想是第讲，其實你係只當清嘅專業，係只當專業嘅切業來講嗬，所以唔係大家想嘅很簡單嗬，還有乜嘅你有地解地是大家先聊下，等下陣再嚟講。今日早上正落對到節目地圖哦，莫講大家收播動態，對外來講咪收播動態。本身是地講，其實切勿係一隻有動情嘅專業度後輩，不過今日就得得到很好多嘅佐證，到地區是地講，其實對你嘅推翻，我覺得我們也越來越進步。好在越來進步。今日早上正落來上節目是希望講做啲撈呢個各種朋友然後，鄉親朋友然後來，然後大家來講，我們要更知道，因為地很好多安永改地區，我們才可以一起前進了解。彼此的職業，然後在這邊找到一個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彼此
尊重也好，来了解过哦，我们要怎么样一起工作，安样该感觉吼，所以希望讲大家今个节目来了解讲，其实我大概七不系讲，生病了是有一个这样的诊疗师读推班走的来咨询，然后可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服务父母哈。讲到两篇呢，你上头有节目讲到动到有意思的事情，有一个我要特别想问的就是说，其实如果黑讲。我说这个是小盆栽。如果今天我们家有个大庭院，对不对？黑公，不看有一个台厅然黑公，这个从不知道是阿公什么阿公台是种的叫苔树，什么基本一定要懂要苔树楼嘞黑毛，是不是或是要修剪枝啊，或者什么？其实这些事情，安优改东西也可以请你们来做评估。是，呵呵，但是这也是有风险度、风险度、低度地度，什么？对，或者是不小心。如果没有处理好，或是他突然倒下，说怎么突然压到我的脚了？什么？就是这中间有很多的细节，帮大家分享一下，因为做植物的病虫害的诊断，我们今天回到树木来讲好了，树木也是我的专业。那有很多风险评估上面来说。我们一开始可能是用目视，我们会很清楚的分成目视有某组宽，某组宽的多的东西。and 判断的时间就会讲，可能有嘛改，你下某事情，不过一年以后有事情冇按唔低哦。所以一年是意思係咁啊？看牙前面嘅就是讲签名的那一张诊断证明书，我们是有时效性的，不是说你拿着这张10年，你10年前说这棵树你看这个树倒了压到我的脚，你看你那东西某问题，你看我当时就听你的话，我没有把它锯下来，结果你看它，不好意思，生眼沟黑错吗？对，生眼沟黑的事情，所以那个是感觉上有保护期啊，看你上面的合约怎么写哦。所以其实你是可以做评估，然后评估之后你就可以，你走得讲我觉得这个有点危险了，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处理？要说现在看起来还好，还走得冇乜改问题，可是也许1年后你要再确认一次。对，我去讲，我看起来呀，你还冇问题，3年里边可能没冇乜改问题。我们会有时候业主一个学校它里面可能有150棵、200棵、500棵的树，他没有那么多钱在1年做完，我们会帮他分级，这个你3年后再检查，这个1年这个你3个月每季都要追踪。对，好细节，我懂。因为刚刚等下挑什么问题，你有500个，这个放后面，因为这应该还可以撑3年，是不是？按用年讲，你要看好娘虫，你要水先处理。像有的人用模组看不出来，不过我吃到几有问题，可能就会借助一些工具去躺给它上。也是比较物理性的，我们自己用。所以你可以敲，我知道空的地方在哪里。好，空的地方第一个也可能有一点点木腔用。矮力它木柱宽、太夹宽，全部都没问题的。唔高底杯，可能是内伤。所以也时间你做拜托有仪器的人。我们可以做一些仪器上的精密诊断，例如说，应力波靠声波去听，那又更精细了。哇声波，对，声波或者是穿刺检测，都有，对，跟人一样。给我就是说你看现在它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？你看黑妹给不给某有像针路了，都节目低度，太高都唔低，有这么精密，对不对？声波给不给没踢败糖豆哇！我觉得这个下次好像可以站在这个更专业的地方，可以给大家更多的分享有一个讲过，不过讲到两篇可能前面的节目是有讲到，其实叫做龙潭的科医院锦熟，这个名字我太喜欢了。春喜苗喜喜杂事，用法语来讲，春世茂喜。这名字很特别，名係动体片。也是我阿公阿媽攞我家公家婆的名，拿出來，就拿一個詩，大概的名就拿一個詩。我個詩大概就伫蒙奇我阿媽叫蒙奇。真的？對，做蒙奇所以個名大概做春呀，黑上面名春，给字幕可以帮我上一下。对，春是茂喜，春是我阿公名字叫春长，阿嬤有蒙奇，那我外公叫做茂荣，茂那
外婆是日本名字，那时候年代日据时代会取日本名字，她叫 Kiyomi 喜代子。啊，可是为什么会想要用阿公阿婆、家公家婆改名来按名呢？其实有人问过我，有按其他的名的过嘛？有去想我讲冇，我从一开始我要设计这个品牌名字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是想到我要谢谢他们，就是给我的这些资源，他给了我的父母，而且让我的父母他们也有意愿去做分享。那去给我发挥的空间，让我选择的空间，所以是他们先有，他们给了我的父母，才有我可以现在做这些事情。哇，那你跟阿公阿婆、家公家婆，也是有蛮多的相处吗？你都来相处？嘿，我阿公阿婆给阿妈给了迄火龙人伫做养，我一年以前啊，世界哈做一年可能转去100年听，对，因为我爸爸喺送来亚边读书，以后佢喺生活圈做啲亚边，所以我天天我家公家婆哈多，我會好多話冇嘛，該曉講，係客話其實咩講冇爭啦，對，我就是講情況，對，但是我講客話就哈多，嘅好多話係去到屏東讀書嘅時間，要3點就6點，對，然後嘅台南人、然後中方人鄉下嘅時間，佢哋全部講好多話。阿公阿婆家公家婆第二個名係佢哋嘅名，以來了解。因為我阿公親做做過世，做我阿媽又冇讀書，所以佢咩冇然後佢講按到啦。但是我家公家婆佢哋啲因為較強啦，所以然後佢哋分享嘅時間佢哋就會啲。唔過我嘅感受係不論係故事也好，也係你想去表態感恩之情也好，這個是他們欣賞你嘅名誒，這樣子。整個變成你的這個診所的這個名字其實是好聽的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嗎？就是你雖然西撒你每個人取一個字，可是它結合起來還是一個很浪漫嘅名誒，春世茂喜，就是好的名字。對啊，像啲好多花、好多年、好多種嘅時節，佢一看到，佢就說哦茂喜，茂喜，我賺錢啊，佢就說哦你這取這名字有意思哦。其實當初沒有想那麼多，因為嗰時間我還唔曉好多花。哦，糟糕！這時間也快要尾聲了。我同大家來講一下哈，這個節目尾聲的時候，其實黑講大家有冇該想要第一個資訊，記得有粉絲頁哈，青島嘅粉絲頁不管是口場啊、講座啦，比如說你有什麼樣的需求，昨天查記得嘅粉絲頁裡面，它都可以，你都應該可以在上面得到相對得到嘅訊息。好，所以最後1分鐘，我們來講一下，就是你們走得很前面哈，漢口洞前面，來這個諧音梗講一下，這個不能漏掉，怎麼得聽？第一我們講農藥、農業化學，這些化學家很厲害，在發表產品的時候，他們就會去想很多諧音梗，就在台灣特別的適用。比如說你講，例如說像這個綠色瓶子啊，對，這個叫咖喱碳基。它不是農藥，對它是一個就是很精緻的肥皂水，可以用來防蟲。借我看一下，講來看一下啊，所以那這個其實算是記得我講好咯，喂，什麼咖喱碳基？咖喱碳基，嘿，火爐發就以大部分的產品就會以火爐發。而且你們是真的這樣子在賣，好，再分享一個你覺得很有趣的，有沒有？可能有的人會看過呀，可爾必思啊，可這個是什麼呢？這個是這也是殺蟲劑，對。所以黑工你的兩還去買殺蟲劑，你說你要去買可爾必思這樣？對，因為農民你冇辦法很記下邊嘅化學名稱，下邊嘅張係藥劑名稱，得芬諾，所以你不能講說，應該去賣得芬諾，所以你 Lucky 講你要去買，記了有啲人冇辦法記按到啊，記了就會記個產品名，你送來本來嘅乜個可爾必思，乜個必思，乜個年年春係乜個衝入很多無理嘅事，所以你可能大家會發現講，其實啲係真的在賣，只是在賣東西嘅名非常嘅有意思哈。我啱先有基本依照強正頭對頭來邊送節目。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得到很多的好戲，所以我覺得這很重要。希望有機會可以再多來分享不一樣的
知识，或是不一样我们可以要学习的东西、学习嘅东西，所以给你请感谢。哦，谢谢。好，3年下來咧，繞牆呢所嘅勇氣俾我講下去做運動了。繞牆大家來到福氣來呢嘅民宿勤宅，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，還有老兩個影片勤宅分享出去俾大家哦。